讲到这是安尼，伫咧嘉义市有民众去食到饱的餐厅，伫咧食这 ice cream， 也就是冰淇淋的时阵呢，煞对这内底来抽出一条长长的塑胶片，这是引起食安的疑虑。业者是解释讲，有可能伫咧拆的时阵呢，这脸部是无细粒互落落。卫生局即卖已经展开稽查，要来了解到底是这产品的源头，也是讲现场处理有出现问题。食到一半冰淇淋内底吹到一条长长的物件，嘉义市有民众伫食到饱的火锅店食这种在家己烤的冰淇淋，却发现一条塑胶片。现场人员回室内表示，可能是拆过的时阵，桶仔外口的脸部无细粒落入去。不敢吃啊，会害怕、啊。是不是有担心有塑化剂或是什么东西吗？对啊，当然了、啊。会觉得很不舒服，心里很不舒服。但是我会希望说，下一个客人不要再吃到。我会直接告诉厂商。我们初步的判断可能是服务人员在整冰的时候掉入冰瓶里，因详细的情形还在确认中，所以我们把异物交给厂商带回去总公司化验。业者表示，除了回室内以外，嘛有来免除民众迄天食饭的费用。不过民众也是认为，这种状况物件应该是会落伫冰淇淋的顶面，哪会是会伫一桶食要一半的冰淇淋内底？依据食安法第8条第1项规定。如有违反食品卫生良好规范准则相关规定，将请业者限期改善，如未改善，可依同法44条处6万元以上罚款。民众讲原本食饱了后欢喜要食点心，煞伫最后因为安尼拍歹规个食饭的心情，嘉义市卫生局嘛派人去到现场稽查，要来了解食品也是现场处理的过程，有出现食品安全的过失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